今年呢個就隨嘅鐵啦，嘅鐵糖糕上過去，大家看看。糖糕上過去，即上過去啊！大家要款式啊！邊個跟糖糕啦？佢嚟雙夾糖糕先，即雙夾糖糕先呢？睇緊就款式下啦，夾鐵就就出嚟啦。邊呢係左邊青龍嘅，左邊青龍呢佢皮沙呢嘢即包落個地下嘅，佢皮沙包落個地下，看冇？左邊青龍嘅沙係咁樣包落嚟嘅，係攞個兩抽路包落嘅，好舒服嘅咯。佢種沙係咁樣包落嚟㗎啦，攞個佢嘅木山，佢嘅木山。你可唔可以從你腰包個殘褲啦？看清楚。佢高籠呢，高籠上攞個高籠，夾鐵就上嚟啦。其實呢太險健身夾嘅，太險健身夾，血呢就攞個地下啦，攞個地下啲，血攞個地下啲。黑色攞個地下，糖糕上過去，就啊泡芙上俾大家看下，泡芙你要除皮沙咧，攞個咧嘅天然燉糕錯，佢邊係泡芙嘅，泡芙你人嚟從，就也出咕嚕的，出咕嚕的啊，泡芙就從咕咗。搽喺太重就搽喺太重落陳腐咯嘅，睇緊就講清楚。其實太險健身技巧，大家就看清楚啊。一身飽滿就真氣咗，大家看清楚，嘅書上就上過去，書上就上過去嘅，嘅書上。看清楚啦，佢起身位置係個就做搬看啦，出到眼上噶啦。佢起身就攞個，咁啊，其實只起身喎，放係俾大家看嘅糖糕。產就望下嘅搬看，產就望嘅起身。看下大家看看嘅起身，係咪啊？啊，風水就易看，也冇易看。而動身線嘅最好簡單，冇動身線呢，點講都冇有用。大家可能喺度行到起身啦。攞到地下要墳場走，大家看啦。有糖糕啊，大家看看呢埋樹上。大家看看左邊青龍魚皮沙，咕啦螺、產腐啦螺。右邊呢嗰邊要人顧錯，幾多難面啊！大家看看嘅起身，飽滿冇？
大家看看嘅黑山傍晚喎，咁大家望清楚。看清楚喎，嘅黑會拉路喎，係個帆船黑山本大家看嘅嘅太遠見山嘅黑。金山海浪啊，騎踩斬船啊，係個半年騎一拍拍個踩斬船嘅，其實鐵拍拍正正冇人做嘅，係仲要減價，係個碌管你要就啊，個拍浮餅就俾大家看啦，拍浮餅要騎下沙，要騎抖少就，我其他地方啲全部太斬船嘅啦，其他地方都太斬船嘅啦，其實啲糖高水粒嘅啦。糖高水上嗰時係要周下錢龍咗，錢龍房，大家看下此期冇啦。其實錢龍房嘅錢龍房咧，幾片山啲嘢切沽到個地下，沽到個地下嘅嘛，看落嘅切沽到地下嘅，其實就走出嚟啦。其實身都撈過嚟啦。現在就撈過嚟嘅，看清楚喎，可能大家各會各嘅撈唔啲鐵房，謝謝大家欣賞啊！看下嘅鐵做安檢度冇，感謝大家觀看啊！